我要转乘机场捷运，请问要先出站吗？要到哪里搭乘呢？我要攀車到機場接運，請問我先出站去麼？我到哪位坐呢？我要攀車到機場接運，請問我先出站去麼？我到哪位坐呢？请您先走出捷运闸口，沿着这个方向一直往前。请你先行出捷运出口，顺便两个方向直接向前行。请你先行出捷运出口，顺便两个方向直接向前行，就可以走到机场捷运线 A1 站台北车站，转搭机场捷运了。小走的行到機場捷運線 A1 站台北車站轉機場捷運，小走的行到機場捷運線 A1 站台北車站轉機場捷運。好，那我到桃園機場第二航下，該搭直達車還是普通車呢？好，剛我到桃園機場第二航下，應該坐直達車也係普通車呢？好，剛我到桃園機場第二航下，應該坐直達車也係普通車呢？建議您搭直達車，會節省10幾分鐘哦。下一班車是下午4點發車。建議你坐直達車，會省19分鐘，下邊車係下晝4點。建議你坐直達車，會省19分鐘，下邊車係下晝4點。好的，請問廁所在哪裡呢？廁所在前方50公尺的右側。好，請問偏所的哪位呢？偏所的頭前50公尺嘅進修室。好，請問偏所的哪位呢？偏所的頭前50公尺嘅進修室。提醒您哦，捷運站內禁止飲食。提醒你，捷運站度做唔得食東西哦。提醒你，捷運站度做唔得食東西哦。謝謝你的提醒。請問這附近是不是有一個古蹟？希望你嘅提醒。請問你秋圈係唔係有隻古蹟？希望你嘅提醒。請問你秋圈係唔係有隻古蹟？是啊，北門是清代統治期間留存的古蹟，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了。係啊，北門係清朝統治時期留下來嘅古蹟，已經有100多年嘅歷史。係啊，北門係清朝統治時期留下來嘅古蹟，已經有100多年嘅歷史。目前整修成北門廣場，是台北市的重要地標哦。哦，原來就是這裡呀。目前首張變作北門廣場，係台北市重要嘅地標。哦，原來就係呢位。目前首張變作北門廣場，係台北市重要嘅地標。哦，原來就係呢位。旁邊還有府台街洋樓、鐵道部、三井倉庫。旁順還有府台街洋樓、鐵道部、三井倉庫。旁順還有府台街洋樓、鐵道部、三井倉庫。這幾座日治時期留下的古蹟啊，都很值得一看呢。這幾座日本時代留下來嘅古蹟，全都值得行行看看。這幾座日本時代留下來嘅古蹟，全都值得行行看看。哇，我要把握時間去逛逛了。哇，我係把握時間去溜溜啊！哇，我係把握時間去溜溜啊！不過我的行李有點多誒。不過我嘅包袱嘅按度呢？不過我嘅包袱嘅按度呢？您不必擔心，我們這裡有行李置物櫃服務哦。你唔是少，我到兩片有包袱置物櫃服務。你唔是少，我到兩片有包袱置物櫃服務。太好了，這要如何計費啊？食材很雜，你要用辦算錢呢？食材很雜，你要用辦算錢呢？小的尺寸是1小時10元，細尺寸就1小時10元。
4尺寸就1小时10港元，大的尺寸呢是1小时20元，大尺寸係1小時20港元，大尺寸係1小時20港元。您可以使用大的置物柜哦。好，请告诉我操作方式。你就得使用大嘅置物櫃，好，請你講我操作嘅方式。你就得使用大嘅置物櫃。好，請你講我操作嘅方式。请先选择置物柜的编号，接着设定密码。請先選擇置物櫃編號，3等設定閉密號碼。請先選擇置物櫃編號，3等設定閉密號碼。再投进20元的基本费，再得基本費20港元落去，再得基本費20港元落去。机器会送出密码纸张给您留存。機器會送出閉密號碼紙條，幫你留電。機器會送出閉密號碼紙條，幫你留電。那我要如何取回行李呢？我用本兩張我嘅包袱呢？我用本兩張我嘅包袱呢？请先按下置物柜编号，将密码纸张投进机器。請先撳一下置物櫃編號，留閉密號碼紙條疊落機器度。請先撳一下置物櫃編號，留閉密號碼紙條疊落機器度。再补足置物柜使用金额，就可以顺利的取出行李了。再補準置物櫃使用嘅錢額，就做得順利兩轉包袱咧。再補準置物櫃使用嘅錢額，就做得順利兩轉包袱咧。我知道了，謝謝你。不客氣，玩得愉快哦。我知咧，希望你。唔使客氣，聊到愉快哦。我知咧，希望你。唔使客氣，聊到愉快哦。